權哥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簡單嘅養生建議呢？咁我希望大家就真正感受，就從呢個養生去做到咧呢一個治未病，就係調和心態，調去日常生活裏邊都係咁。但係點樣去追求咧？我俾大家朋友兩個字，亦都係我最喜歡嘅。任何嘢都隨一個自然，心態亦都隨和自然。咁咧，你就會絕對係養生，亦都係大健康。所以咧，道法自然，我哋任何嘢唔好咁計較，任何嘢睇淡啲，心態就自然啲。因為整個世界最有內涵、最高嘅境界，我就覺得道法自然，喺自自然然去生活，自自然然去領悟養生大健康，足矣。